大家好，東莞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呢套呢，就係香將國際嘅一個3房1衛嘅單位嚟嘅電梯樓，而且我呢個大門位置嚟㗎，24小時保安管理啊，而且呢個樓盤個樓齡咧係比較新啲，2014年度係火車站附近係比較新啲嘅一個小區嚟㗎啦。而家成個單位係拎乜入住嘅狀態，大家睇睇啊！上到嚟單位睇得到係門口已經係配備一個鞋櫃㗎啦。然後我哋直去咧係東南向，比較舒服一個戶型，做咗天然地方。右手邊呢邊係一個入戶，呢邊係通風窗嚟嘅，都係一個鞋櫃。成個單位好舒服，全屋一個硅藻泥上到頂。唯一一個缺點係呢個小區嘅缺點啦，冇辦法。呢個廚房位置係比較細啲，但係通風窗都有晒。相對係比較細啲，大概2個人做事就 OK 嘅。撐下一睇，然後咧開間係去到成差唔多4米3米半嘅。主要呢個沙發咧係已經係5座，1、2、3、4、5座一個4米幾嘅大沙發嚟嘅。主要呢個露台啦，進深7米啊，寬度去到1.8米。呢個位置呢個酒店就係我哋休閒酒店啦，火車站就喺呢個位置，望住成個小區，配套比較齊全啊，露天泳池，由呢個露台係好舒服嘅，朝東南向。如果呢個門係朝西北啊嘛，即係南北通透，成個單位睇得出嚟，乾乾淨淨。因為全屋都係硅藻泥上到頂嘅，3房1衛嘅佈局。公衛做咗乾濕分離，燈唔係夠光啊！而呢間兒童房嚟㗎，呢個窗口係對住我哋露台，可以封咗佢做大啲個房都冇問題啊。有個缺點就係呢個客房啦，就比較鑽石型咯，但係優點都好明顯，係夠大啊！而家呢個床係2米大床嚟㗎，仲有咁多空間喺度。做晒吊頂㗎啦，入牆櫃，呢個窗朝東南向，通風效果都 OK 㗎。成個單位舒舒服服，房產證91平，910尺，主人房，全屋到硅藻泥，呢個係靚仔，朝東南向嘅個落地大窗，衣櫃全部都入牆㗎啦。成屋而家嘅狀態係冇漏水冇滲水。牆呢啲窿窿罅罅冇轉過啊，基本上都冇轉，冇話掛鈎嗰啲啊，所以翻到嚟攞低咧就唔使再操心啦。主人房露台，望住花園，望到火車站嘅樓我睇晒啦，啊地理位置、房屋狀態都係比較舒服嘅，而且睇房專車接送，有興趣微我啊！